快必講耶穌2025年3月9日周日講章，講題係魔鬼唯一可以做的只是試探。耶穌受試探嘅故事呢，我哋每年呢都會講嘅。我呢喺冤獄寫呢一個講章5年啦，每年呢都會講。有時呢會係喺顯現期講，有時呢會喺預苦期嗰度講。今日我哋又講啦。陳日君樞機呢講耶穌3次受試探嘅時候，佢話魔鬼呢要耶穌將石頭變麵包，以嚟呢證明佢呢係上帝之子。麵包係需要嘅，但係唔需要以行神蹟嚟解決飢餓嘅問題。呢一句我好 like。錢係有用嘅，但係神貧嘅人更加有福。以小孩嘅心嚟仰賴上主，人呢先至會忘記咗自己奉獻一生，忘記咗自己，亦都係我哋早幾日聖灰日嘅講題時講過嘅。當魔鬼試探主耶穌，叫主耶穌拜佢嘅時候，耶穌嘅回答係只可以朝拜上主。陳樞機呢話人嘅身體係可以企喺度、坐喺度、瞓喺度，可以跪喺度。如果跪低再加埋叩頭，人更加一無所事，向魔鬼朝拜就得世上榮華富貴。呢一種誘惑交換關係，令到世世代代有志嘅人，甚至宗教人物同權勢搞好政教關係，有效咁推進理想。佢問中國人嘅膝頭幾時先至可以硬起嚟呢？第3個試探，耶穌嘅回應係唔可以試探你的上主。陳樞機認為呢，試探上主就係睇下我一定要信服於佢，抑或係可以要佢做我中意佢為我做嘅嘢。今日我哋讀路加福音4章1至13節。耶穌經過40日禁食之後呢，魔鬼嚟試探佢啦。我哋4日前呢亦都講過禁食，今日又翻去禁食。魔鬼呢以為禁食會令耶穌軟弱，佢呢就建議耶穌將石頭變做麵包，就好似呢上主曾經為以色列人喺曠野嗰度賜下食物解決飢餓一樣。耶穌係可以將石頭變麵包嘅，但係佢拒絕咗魔鬼嘅建議。佢引用申命記8章3節，人活着不是單靠食物，乃是靠上主口裏所說的一切活。杜斯托也夫斯基卡拉馬佐夫兄弟裏邊呢有一段宗教大法官嘅故事，故事入邊嘅樞機主教兼宗教大法官呢對耶穌講，只要將曠野嘅石頭變成食物，人呢就會好似羊群一樣咁跟住你，感謝你，信服你。幾個世紀過去之後，人類呢將會用自己嘅智慧同埋科學嚟宣告世界上面呢已經冇罪行，亦都冇罪，有嘅只係飢餓嘅人，先餵飽佢哋，然後呢就要求佢哋有德性。呢一啲政權亦都係成日講嘅說話，餵飽人呢係最重要嘅。唔好呢同嗰啲人呢講人權、自由、民主啦，呢啲係泛政治化。只要講餵飽人，經濟發展呢先至係最重要。人冇精神同靈魂，一切只係唯物。當時嘅主教指責耶穌呢唔愛人，因為呢有人提出要求，要佢呢從十字架上呢走落嚟，等呢嗰啲人睇見神蹟而相信佢。但係呢，佢拒絕咗。耶穌唔願意用神蹟嚟征服人，愛佢只能係因為佢係愛本身。但係主教認為呢一個要求太高啦。主禱文天主經有一句呢，不叫我們遇見試探，但係呢，魔鬼唯一能夠做嘅呢，就係試探啦。魔鬼呢唔係束手無策嘅，佢第一次唔成功又嚟啊！魔鬼呢就將耶穌帶到高山上邊呢，提出要拜魔鬼啦。咁樣呢，就可以得到世上一切萬國嘅榮華同埋權勢。我哋要記住啊，呢一個敬拜同政治嘅關係，魔鬼比我哋更加清楚明白，政治本來就係關乎敬拜同埋獻祭嘅。識時務者知道時勢點樣，識得向邊一個下拜。耶穌拒絕膜拜魔鬼，同今日呢好多人
好多教會唔同，因此耶穌係呢一個世界政治向假神獻祭之外嘅另外一個選擇。佢嘅回答亦都係來自《申命記》6章13節，當拜主你的上帝。呢一個宣告早已經表達喺十誡嘅第一、第二誡當中，只係大部分教會神父啊、牧師啊，好少會話俾你聽十誡中嘅第一、第二誡根本係關乎政治嘅，更加好少人話俾你知，政治本來就關乎政治獻祭同埋向邊一個效忠而已。而我哋係會時常提及呢一點嘅。第三次，魔鬼將耶穌領到去聖城耶路撒冷嘅聖殿頂上邊，係魔鬼而唔係聖靈將耶穌引領去聖城嘅。魔鬼誘使耶穌就跳落去，佢引用詩篇91篇11、12節指出，因為主的使者會托着他的腳，免得腳碰在石頭上。耶穌又引用翻《申命記》6章16節反駁話，唔應該試探主。魔鬼想用呢一個試探迫使上帝出手，以世人所渴望嘅方式向世人展示佢自己。後嚟耶穌都會嚟到耶路撒冷，幾個禮拜之後嘅聖枝主日、復活節前嘅主日啊，佢就會以自己嘅方式，以謙卑嘅姿態騎着驢仔進城嘅。而魔鬼就希望耶穌用武力奪取聖殿，就好似近幾年甚至歷史上一向嘅中東局勢咁樣。歷史同政治使人相信武力，相信死亡同埋暴力。魔鬼誘惑耶穌作為一個英雄，政治英雄、戰爭英雄，要耶穌掌握自己嘅生命，主宰自己嘅命途。但係咁樣一個角色同耶穌呢個人咁樣明顯就唔同啦。佢信服別人嘅意願，並且將要受苦受死喺十字架上。佢承擔起另外一種使命。魔鬼其實係人不耐煩嘅別名啊！我哋想要食物，迫使上帝出手行神蹟；我哋要平安，我哋要立即得到一切。佢就係嗰一切，係我哋嘅食物、活水、道路、真理同埋生命，係我哋嘅平安。佢係我哋嘅食物、拯救、平安。佢係一切，需要我哋學習同佢一齊等候。係一個飢餓嘅、崇拜假神偶像嘅、充滿戰爭嘅世界之中，學習忍耐同埋等候，以見證上主嘅國度，亦即係上主嘅忍耐。魔鬼嘅試探主要係迫使耶穌承認，我哋嘅世界係由死亡所決定嘅。死亡創造出一個匱乏嘅世界，一個冇足夠糧食、冇足夠權力同埋生命本身嘅世界。耶穌抵抗魔鬼，因為佢就係上主嘅豐盛、平安同埋生命。耶穌所展示嘅國度唔係一個零和遊戲，呢一個國度係有足夠嘅糧食、權力同埋生命。呢一個國度亦都已經臨到啦。我哋喺苦難之中經歷到平安無懼，恐懼只會生出匱乏，反之亦然。但係耶穌卻叫我哋可以憑信心而活着。魔鬼試探完畢，就暫時離開咗耶穌。但係我哋知道，鬥爭先至啱啱開始，苦難先至啱啱開始。由好耐好耐之前嚟到今日，直到嗰日，苦難同鬥爭永不止息。而愛、忍耐、平安同埋無懼，亦都伴隨住喺度。願上主加力俾我哋，願榮耀歸上主。香港誠心所願。下個主日我哋就會講先知一定不得好死，非常刺激，密切留意啊！